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6年7月24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45节。创世纪29章第9节到14节。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3节。今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为日。每一届读到迄个雅各的阿古列版的记载，总是会为着雅各感觉真可惜。就算是讲有基督徒认为讲爱欺骗的雅各伊不配得到上帝的祝福啦但事实上，咱知影雅各伊受到伊老母的影响这个伫圣经的记载，咱看到伊甲伊老母甲伊的这个后头厝的人的品格。咱今仔看到经文14节中间列版所讲的，你是我真正的骨肉至亲，但是呢，伊落尾咧做的却毋是安尼伊是咧为一个唯一的人性、家族的关系以及上帝的旨意创世纪29章第9节到14节，雅各在甲因讲话的时阵，立刻带伊的老爸的羊来，因为伊得过。雅各看到母牛列班的查某囝立刻甲列班的羊群，就进前将石头散开。互列班的羊群啉，立刻雅各真立刻，甲伊请安，佮大声吼。雅各甲立刻讲，伊是因老爸的外甥仔，是利比加的囝，立刻就走转去，甲因老爸讲。列班听到外甥仔雅各的消息，就出去接伊，甲伊揽地，甲伊枕，带伊倒去因兜。雅各将代志的经过拢甲列班讲，列班就甲雅各讲：“你真正是我骨肉至亲。”雅各就甲因住一个日。咱时常伫圣经内底看到选民以色列人因违逆上帝的旨意诫命，离开上帝的道路。司提反伫众人的面头前提到着犹太人的问题。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5节，咱的祖先伫旷野见证上帝同在的会幕，就是上帝对摩西讲话的时指示伊，照伊所看见的模型去做的。后来，咱的祖先承接这个会幕，上帝对因面前甲外族赶走，因占领着迄块土地以后，才甲约书亚将会幕刷入去。一直到大卫的时代，大卫有得到上帝的欢喜，通求上帝准伊为着雅各的家找到一个徛起的所在。毋过后来为着上帝起圣殿的是所罗门。其实至高的上帝并无住伫人的手所做的厝，亲像先知所讲：“主讲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垫。恁要甲我起甚物款厝？倒位是我安息的所在？这一切敢毋是我亲手所创造的吗？恁遮尔固执，恁的心念耳孔毋听，恁甲恁的祖先相款，不时反抗圣神。倒一个先知无受到恁的祖先的迫害，有言迄个公义的仆人来临遐个人拢互恁杀死。但恁诚做出卖，佮杀死迄个仆人的人，恁对天使领受上帝的律法，竟然拢无遵守。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佮45节。恁着感谢上帝，求伊的名，伫万民中间保养伊的作为，着对伊来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作为，着夸耀伊的圣名，愿找求上主的人的心欢喜，着倚靠上帝甲伊的权能，不时找求伊的面，
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已经选雅各的子孙啊，恁着想念伊奇妙的作为，想念伊的神迹，甲伊讲万判断的话。伊是上主，咱的上帝，伊的审判普及全地，伊会记得伊的约直到永远，伊的应允直到万代，伊会记得甲亚伯拉罕立的约，对以撒所立的誓，将即个约互雅各做规例，互以色列做永远的约。伊讲，我要将迦南地赏赐你，做你应得的产业。通互因遵行伊的规例，遵守伊的律法。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求主帮助阮，互阮会通遵守上帝诫命，互阮伫迄个真理的道路顶悬，追求信仰的性命，追求上帝的公义旨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